美食报卖啊！这间位伫咧第一分桥边啊，安哥台菜海产，过去只有伫咧暗时营业，但近来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来用的人客变少，所以营业时间改为中昼嘛开卖，推出便当以及拍卤面，方便消费者外炸。好食的料理，佮加上大型的服务，受到真侪市中消费者的推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台南美食报卖啊妞妞。那今天推荐给大家安哥台菜海产的古早味卤面，吃起来会让你想到阿嬷的料理的味道哦。金黄色汤头配上 Q 嫩弹牙肉羹，推荐你来吃吃看。他们的食材新鲜、好吃，然后又不贵，对啊，然后里面的服务人员态度也都很亲切，所以只要有亲朋好友来，我一定都带来这里。这个师傅他很会做那个古早味料理，尤其是这个卤面，我们南部人喜欢吃甜，然后它又有一点柴鱼的香味，然后吃起来不会说让人家觉得很腻啦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，很推荐大家来这里。为什么台南的卤面有遐尔侪间？但就是这间的拍卤面，深受大家喜爱。原来是头家蔡国安无烧重本，以大量的变干欠香，而且卤面内底的肉羹也是每天去市场采买蚵仔肉，手工制作而成，新鲜的食材，滋味就是无同款。安哥台菜海产，我们推出的卤面是遵循那个老师傅最传统的做法。那我们先以最新鲜。就是市场每天采买温体的猪肉搭配鱼浆做成的肉羹。那么我们每天都是现做现卖。那我们先是以肉羹煮好之后的汤作为那个卤面的汤底。那我们也搭配，最主要我们的味道跟一般不同，就是我们以大量的柴鱼、虾米下去爆香，然后再以最简单、最原始的方式下去调味。原来我们的味道跟一般外面吃起来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香味，非常非常特殊的香气。那我们会推出这个卤面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原本营业时间是5点到12点，那为了服务以及一种变通的方式，就是我们把最原始、最好吃的古早味卤面。我推出来跟大家分享，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也希望能够在这波疫情的时候能够顺利度过这波疫情。而且因应疫情，民众伫厝内接饭的机会增加。安哥海产嘛推出冷冻包的料理，方便消费者买回去吃。那今天推出这个卤面，也广受我们所有消费者的喜爱所以我们也是不但有热食，我们也有推出。我们的冷冻料理包，外县市你不用跑到台南，我们能够用宅配的方式，也能够品尝到一碗最道地、最古老、最古早味的古早味大卤面。看了今日的安哥卤面，是不是就想要冲去现场买一碗来试看卖？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，只要你是真心感觉好食，欢迎伫香猪车三冠王脸书粉丝团，也就是YT 频道，这支影片下骹留言推荐，你就有机会成为后一个美食报名哦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